又指示你啥物是好。上主要求你的就是，要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这是咱去来敬拜咱上帝。
因为人为过度的开发，比较遮个动物的细菌来影响到咱的人类，互咱人类对着遮个细菌来，这是大家全世界拢受这个瘟疫的挑战，只是有主的帮助因，愿当通过真侪悔改来到主的面头前，互咱看见着主的头前的路障要互咱安怎来行，去主来帮助咱。只是献上感谢，我就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关山顶的高海的深地，上帝行你要唱一首新歌，咱的主要做心事。
愿同心阿罗敬拜，愿你的神甲阮三甲同在，愿你的平安赏赐来安慰阮世间人家兄不安的心。伫这疫情不断伫探开的时，阮只有恳求你怜悯的手，你神圣的手来抓早保护，也帮助阮紧紧来脱离这个家兄不安的日子，互阮为着掌权的，为着阮的百姓来祈祷，为着这块土地来祈祷的时，阮才会通平安过日。愿主你的圣神，这时啊运行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你的话一出，阮就成做通达的人；互你的话一手事，阮就得到快乐。愿阮伫敬拜中间听主你的话，互你的话入伫阮的心，刻伫阮的心板顶。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咱虽然无法度实体的聚会，总是咱会通伫线上，伫遮做伙来学乐来敬拜，互主的话有缘会通伫咱中间做伙来领受。咱要先来看秋报的消息。咱教会因为来面临着即个三级的限制，所以咱无法度伫实体礼拜。咱有缘有通过线上的礼拜，伫遮来帮助咱无离开上帝，无停止聚会。咱每一主日伫线上的礼拜有主日的礼拜早起10点是儿童的敬拜，拜六暗时6点，咱有缘有线上的即个礼拜，伫拜三的祈祷会，咱有缘有线上的祈祷会。主日的台语礼拜是伫10点半，所以咱即时咱伫线上用台语伫遮甲咱三甲来分享。咱即个主日咱也要举行中职会。咱的中职会，即会要头一遍来召开即线上的中职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请咱中职同工伫1点的时阵，咱要伫遮来召开线上的祈祷会，线上的中职会，所以请咱注意伫时间的顶面1点，咱就伫线上做伙来开会。咱应付伫即个三级的公告，所以咱疫情会严重到伫6月14照政府安怎伫遮通知，所以咱会开始实体聚会。所以伫即个期间请咱无非必要的时，咱无到伫教会，所以咱有需要到伫教会，咱就请戴喙安。手指消毒，量体温，咱有缘有这实联制请咱伫遮来登记。这实联制，咱伫门口拢有这个 QR code， 所以咱即马拢应该真习惯，咱若去便利商店，也是去其他的机构单位，咱拢爱做这个实联制。中职会的线上的召开，咱拄仔已经有讲吼。因为咱无法度实体的礼拜，建议咱兄弟姊妹，你会通伫遮准备一个录伫每一礼拜做礼拜的时阵，后礼拜咱就会开始有缘有即个奉献的时间，你会通伫遮将你的奉献放伫地若
大概一个月，也是讲几礼拜中间，你就会当伫遮收集，然后咱来用即个线上的转销，咱有侪遮个方式伫咱的线上咱会通伫遮来做参考的邮局银行遮个微博，咱会通伫遮来用遮个方式来做奉献。遮拢有一寡方式了后，咱会通通知咱的过月写清楚你的名咱会通伫遮来注明。遮请 IG 直播的节目伫礼拜暗时9点会上线嘉请来遮讲，这是礼拜四暗时9点不定期的上线，请咱注意相关的遮个资讯。咱5月29即本来1点冻起来请款即个拢会延期，搁有咱各种的客服咱拢会延期。拜三的祈祷会，咱即马拢改做线上的直播所以请咱做伙伫线上伫迄个时间，拜三暗时8点到9点半中间，咱做伙伫线上来祈祷咱同心祈祷上帝要听咱的祈祷。咱的社区的据点德福关怀据点，咱嘛会目前停止到伫6月14，嘛爱等待市政府的通知，才会通恢复。相信大家嘛是相款因为即摆疫情拢互咱所有的活动拢伫实体暂停所以请咱耐心的听候咱会搁进行补课。第一组的陈丽珍姊妹，就是洪定燕兄弟的太太，伊的老母张锦云老妇人，伊伫5月26即日来别逝，享年85岁，定伫6月初6上午7点伫南投县民间乡的所在，伫遐来举行加祭甲火化灵日伫入地塔，所以咱也为着即个家庭失去亲人的哀伤来祈祷，愿主来安慰。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即时要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读2遍，做伙来。俄罗甲咒诅上一个喙出，我的兄弟这是毋应该。雅各书3章第10节，搁一遍。俄罗甲咒诅上一个喙出，我的兄弟这是毋应该。雅各书3章第10节。愿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做伙来领受伊的话。咱做伙来掀开圣经雅各书的第3章，雅各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雅各书的第3章第1节到12节。咱若准备好势伫咱若看手机咱有即个荧幕，咱通做伙伫遮来读。3章第1节，做伙来。我的兄弟毋通做人做先生，因为知咱要受较重的审判。因为咱众人伫侪项绊倒，伫讲话无绊倒的，就是做完全的人，也为约束伊同身躯。咱系要加求伫马的喙，互因顺趁咱，就管辖因同身躯。搁你看，遐个船虽然遐大只，互大风扫伊，犹原是用细细的大，互伊活转照大讲的意思所爱。安尼只是细细的体，要求讲大话。你看，小块的火烧树木，偌济这就是火，伫咱百体中最不义的世界，拍拉山同身躯，一生的行动对伊发火，伊家己的火是对地球发。
因为逐类的走兽、飞鸟、虫拖、水族，拢受制压，也已经互人类制压。独独只无人为制压，是无停歇的歹物，有死的毒满满。咱用伊学落主，就是白搁用伊咒诅人，就是照上帝的款式来创造的。学落甲咒诅相一个喙出，我的兄弟啊，这是毋应该。水泉减会对上一空流出甜的苦的吗？我的兄弟啊，无花果树会生柑仔吗？还是葡萄树会生无花果吗？安尼对咸的流出正的也袂话。咱圣经看到遮，愿上帝话伫遮来帮助咱，会当明白主的教示，会当照安尼去行。互咱会通诚做会通得到福气的人。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三个来分享的是上帝喙暗，上帝喙暗。咱先来看一段的影片吼。反应过度，现在没带了，怎么样？他就是前一天在信义区百货公司和柜姐起冲突的男子，当时口罩没戴好被劝导，还反呛对方反应过度，隔天又没戴口罩，也没留下资料就进入松烟的百货公司，警方到场抄录资料，才发现他在1月就遭到通缉。不管你们怎么说，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国家是没有疫情的，我现在做给你看，没有疫情就是我不戴口罩，我不会被传染到，天主很爱我，就是不会让我死，也不会让我得病，所以我对我的国家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国家没有疫情，是政治错乱、政治阴谋、不要脸的人。咱看到即个影片吼，因为三级的公告了后，咱出外一定拢爱挂喙罨，所以出门若无挂喙罨，可能你会受刑罚上悬是15000块所以咱莫甲咱的落地过不去。所以伫遮有个人就咧问讲，我开车的时阵我敢着爱挂喙罨所以伫这中间这1999互人问甲毋知要安怎回答是毋是讲我开车我着爱戴安全帽安尼所以伫遮大家就骂来骂去有个人讲规矩我细汉久我嘛爱挂喙罨安尼啦所以伫遮即个中心就发出即个回答，就是讲伫车内两个人以上你着爱挂喙罨若家己开车的时阵你的窗无架落来，你就毋免伫遮来挂喙罨。所以有真侪个拄迄个影片，咱看讲有个人伊的心内着无要伫遮来顺叹伫遐因为即个刑法的问题，所以伊调工也是毋知啥物款的心理的状态，咱拢毋知影。所以伫遐引起有侪遮的纷争，互咱会通看见讲，即个人甲人的对立其实伫网络顶面嘛有真侪遮个评论的人也是报新闻用无共款的方式伫遐来评论检采互相伫迄个中间来攻击，无共款的党派就讲无共款的话，所以这拢是造成咱看见最近侪社会有一寡遮个破壳的现象。所以兄弟姊妹，其实咱看见讲有人嘛传即个讲湘北有即3级的防疫啦建议你伫厝嘛爱挂喙罨，为虾物毋是防止即个病毒，是防止啥？今日一直食袂停身材会伫遐来走整去安尼所以咱看有真侪遮个无共款的想法，有人嘛讲这喙罨若有好挂开会通防止遮个病毒，嘛会通安怎？你若感觉讲家己较歹，安尼喙掩开嘛袂感觉较歹佫会当防晒，佫咧小姐讲啥？佫会通节省迄个胭脂啦有诶讲我若拄着遐个无欢喜的人，也是讲无爱的人至少会当假做无熟悉安尼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咱甲人的中间迄款的放射线即款的人际关系。甚至会通因为讲我
喙暗挂开，我就会通彼此当做无熟悉，也是讲迄款的彼此的距离会伫遐有受影响也无受影响。咱除了外在以外，咱是毋是通伫遮来赢过内在？咱看有真侪遮个代志会发生，拄仔遐影片，拢造成人甲人中间迄个人际关系会受挑战。到底即个原因是伫倒位？检测是做进入到人的心内，伫遮来好亲像即个冠状病毒共款，伫遮来侵入。所以咱只有注重外在，总是咱要安怎注重内在迄个影响咱的迄个做。拄仔咱看即段经文，嘛是咧提醒咱吼，上帝创造咱的喙到底是啥物款的意义啊？有当时咱讲话会通学乐，会通感谢，总是伫迄个相片中间，咱讲出的话是伤害，是歹话。第二，咱要来明白讲，上帝创造咱的喙，人伫使用伊的时阵。到底伊安怎伫遮来使用？是毋是有照上帝所互咱即个意义伫遮来使用？这是咱今仔日要透过一段即个信息伫遮来帮助咱伫遮来明白。即几礼拜牧师团的即个讲道的题目，我毋知你有感受到讲，好亲像符合着即马即款的时代即个。讲道的题目其实是2个月前阮就定了吼，所以我相信上帝透过遮个信息来帮助咱面对着咱所面对的处境吼。喙暗若暗袂调即个是外在问题，也是你内在问题，是做伫遐伫窒碍你嘛。所以伫遮咱看讲真要紧迄入口甲出口吼。入口，咱知影讲，咱病毒的传染是对咱的喙伫遮来进入。我捌甲一个中医师伫差不多1-2礼拜前伫对话中间，伊就甲我讲吼，其实即马的一个病毒的传染是对喙伫遮来进入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如果你若有效的伫即个中间挂好势你的喙暗，人甲人的距离的中间伫遐有保持好势，那安尼你就较袂受到传染吼。牧师咧准备即个讲道的中间我嘛叫干事敲去问啦讲阮若家己伫台仔顶有即个相当的距离时，是毋是会当暂时将喙暗揢落来吼？伊讲你若家己伫台仔顶甲即个空间人的距离有相当的距离安尼像遮个人伫坐伫下骹的人差不多10公尺以外，然后因喙暗挂开，那安尼是会使。所以咱拢爱真慎重伫遮来了解讲，啥物是会通做，啥物袂通做，啥物会通影响，啥物袂通影响。所以伫即个中间，咱有看讲，即个喙暗若挂咧，检测有当时影响咱的呼吸，总是为着安全的问题，咱不得不伫遮来做遮个防备的动作，因为行了遮个病菌进入咱的喙，来影响着咱的身躯的健康致到咱破病，也是面对生命的一个挑战。伫雅各书的第1章伫遮伫提醒，其实即段是咧提醒讲，我的兄弟毋通做人做善事，这是咧做讲教人免怎伫遮本身你家己爱有斟酌你的喙所讲的话所以伫遮咧提醒讲，咱咧教导的中间是毋是影响人？你若教了毋对，检测会影响人互人袂通进入你上帝的国。第20到第40伫遮咱做来读来，因为咱正人伫侪项跋倒，伫讲话无跋倒的，就是最完全的人，也为约束伊同身躯。咱下马加姜伫马的喙，互因顺趁咱，就管辖因同身躯。搁你看，遐的船虽然大只，互大风扫伊，犹原是用细细的单互伊活转照大光的意思所爱。所以即段圣经其实是咧讲起讲咱的喙的要紧性免怎伫遮真要紧来控制咱所讲的话
是毋是会通帮赞人、恶扰人、感谢人，也是造成一寡遮个伤害。这英文的这个语言 language 原对这个拉丁的字头伫遮吼，所以伫遮咱看讲，甲咱的字讲话甲咱的字是有相关联的吼。咱的咸酸苦正，其实拢是因为咱的字伫遮来影响吼。上帝互咱小主咱会通伫遮来有即个喙吼，对细汉，我毋知影咱知影讲对细汉吼，咱着受教着讲应该安怎，啥物通食，啥物毋通食。所以其实有一个俗语讲吼，病对口入啦，好对口出吼。就讲即个病毒是对咱的喙入，即个灾厄是对咱的喙出，这无毋对啦吼。会记细汉的时阵吼，咱拢毋知影。其实创世纪嘛，一开始上帝甲亚当夏娃讲，啥物货会通食，啥物货袂通食，是毋是会通甲记伫心内？细汉，咱一出世，咱拢毋知影啥物会通食，啥物袂通食。所以囡仔伊咧爬的时阵，伊看到物件撒落就喂喙来踢落，这是伫口腔期的时阵吼。咱拢毋捌，总是大人就开始伫遐来教讲，即个会使食，但是即个袂使食哦，食落会安怎？总是爱慢慢伫遐来教导吼。有当时咱因为咱的喙所讲话来引起着迄个灾厄吼。伫即个网络线上的即个骹球的游戏吼，即个佚佗的游戏的中间吼，即个人本来是冠军啦。但是因为伊所讲的话吼，伫遐感觉有种族的歧视遮个乌色的人，也是讲遮个其他的种族的人，所以伊冠军的资格就被取消啊。所以你也看讲，一个讲的话若无拄好，就会影响伊本身的利益。其实咱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是透过即个放射线的即款的关系吼。做若入伫咱的心，就影响伫遮咱所讲的甲 A、B、C、D 遮所有的人的关系。所以伫遮喙如果咱控制掉，好亲像咱喙暗若暗掉的，咱就袂受到即个病毒伫遮来影响。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即款的影响，做影响是非常的大，对咱的内在会通伫遮来影响。咱所食的物件，检测会影响咱的身躯。总是咱所讲的话，其实对细汉到大汉，咱拢会受到真大的影响。那安尼，咱看讲，迄个罪若入伫人的心内，就会影响咱的一生。互咱诚做咱所讲出来的话，检测是带有迄个恶毒，也是讲毒性吼。伫遮也有一本册内底写着讲有毒的3种人，头一种就是咱常常诚做长期咧陪伴，即款的人伫每一件代志吼，你甲讲了，伊拢会找空芳伫遐，好亲像讲查你找你的麻烦啦好，亲像以色列百姓因出埃及的时阵，咱看见因性命就造成有一只破壳，上帝要互因出埃及，正是到伫迦南地，要做家己的主人。总是咱看伊讲因黑白讲话，对到伫因所面对的即款的生活，也是现实的即中间，因面对着即款的灾难吼。所以当因行到伫迄个以东的所在时阵，遐人无要互因过，路阁真歹行吼。所以伫遮，阮看见讲，因就开始对上帝、对摩西伫遮来骗受，伫遮来骂上帝甲摩西讲。阮伫遐做奴才好好，有肉有蒜有葱通食，总是你甲阮带来伫即个旷野所在，你是要互阮死伫即个所在嘛？无水，无食物，所以因伫迄个中间讲出遐个恶毒的话来骗受，来骂上帝甲摩西。所以因为安尼，迄个灾厄就进入到伫因的中间。就有迄个火蛇进入咬因，所以有真侪人因就死伫迄个旷野的中间。所以互咱看伊讲，迄个
破壳若一个出，伫遐有迄个在下对咱的喙出的时阵，就会影响伫咱的本身，甚至影响咱的性命。弟兄姊妹，所以伫遮咱看讲这会造成一个破壳吼。最近咱知影有真侪遮个中华这个葡萄妈妈吼，因为因是即个水果商伫卖葡萄的，然后因常常做伙伫遐来唱歌，搁有咧，伊去参加即个宴舍吼，去食宴舍，所以伫遮咱看讲有大概差不多1300人，需要因为即个人的关系团影响，所以你要看一个人团22个，然后搁影响到其他的人，所以遮个人拢爱集中去检验，看有着着即个新冠状病毒无吼。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一个窗仔口若守无好，就会影响群体一个人会影响到侪人。有一个故事就是安尼讲，一个黑人伊开客丁车，然后伊载着一对白人的母仔囝吼，伫遮囡仔即个母仔囝坐去，然后囡仔就问妈妈讲：妈妈，即个司机阿伯吼，伊皮肤的色哪会甲咱无共款吼？即个妈妈就笑笑讲吼，上帝为着要互即个世界看起来的色彩搁较水，所以伊创造了无相款的即个色质的皮肤的人吼。到伫目的地的时阵，即个司机伊就要甲即对母仔囝收钱吼。即个妈妈就讲：为虾米你无要甲我收钱呢？伊就是搁讲细汉，我嘛捌问我的妈妈相款的问题，总是我的老母互我的回答就是：咱是黑人，所以咱注定比别人搁较低一等。伊讲，如果若是我的妈妈是迄时所讲的是换做你所讲的，那安尼，今仔日我检测毋是今仔日我的一生，我的前途检测有真大的变化。即摆咱看伊讲，因为一个窗仔口所引起的，也是人所讲的话，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即款的一生。有毒的第三种人的其中的第2种就是控制，想要因为你所讲的伫遮来控制。所以伫遮咱有看见讲，咱的心真要紧。如果咱的心所想的，是毋是影响到咱的外在？群体的窗仔口若一破，就会影响到遮个群体。最近咱有真大的感受，就是讲咱台湾本来是防疫防止遮疫情的优等生，但是呢，咱看见因为有遮个破壳因为即个技术，因为即个阿公店的问题，因为即个葡萄的即个家族也有侪遮个，咱看讲，因为一个人，因为一件代志，伫遐来影响到今仔日，咱看每一工拢300几个、400几个、500几个，无共款的即款的影响，直到互你我心内造成有遮个惊吓。所以有人会透过言语伫迄中间来控制。即款第2种的有毒的人，是一个控制狂，就是讲伊要控制你，伊检测会表现讲这是我的责任，不管你的意志安怎，比如讲父母，甲囡仔讲你一定爱照我讲，你爱读啥物款的学校，你爱有做啥物款的头路，你爱选啥物款的对象，以后结婚爱生几个，有真侪遮个检测会影响咱。当时咱若选到这对象毋对的时阵，检测结无偌久，你会感觉讲，你的先生也是你的太太足够管理，你失去迄个你家己的自我的即款的表达的意志。检测伫细项事你拢无法度决定，连你要食啥，你要穿啥，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拢有意见。检测因为安尼，伫语言的顶面就要控制你。弟兄姊妹讲到遮，你有想讲我做爸母的，我是毋是安尼伫遮来控制我的囡仔？啊是我做啥物款的角色，我是毋是伫遐
检察是主管，还是啥物款的角色，我拢伫遮咧控制啦。因为你所讲的言语出来，会影响到人的内在的款的情绪，所以你来看内在的即个心灵若受伤的时阵，就造成一寡遮的灾会破起啊，地教，互咱看伊讲，即款的言语若讲了毋对，就会影响到咱的生命的延续。创世纪3章的第1节到第5节，咱看见上帝甲亚当夏娃，啥物通食，啥物毋通食，若无会造成迄个灾厄。所以伫遮咱看讲，即个祸口就是讲迄个灾厄的喙，你若无要听，你嘛照安尼去行，伫遐就会造成即款的生命的受伤破解。蛇伫遮甲即个亚当夏娃讲安怎？上帝讲的无一定是对啦，无一定啦，不见得啦，无的确是安尼啦。死袂临到你啦，然后你无的确会死所以伫遮咱会想讲，无一定，安尼，我是毋是会通伫遮来试看觅啊？无确定的歹处，佮加上啥物？哇！我若食落迄目睭的金，其实因内心想的是啥？会通像上帝掌管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无确定的歹处，无一定啊。无一定是安尼啊，即摆若食落，可能我会变上帝掌管。上帝早就提醒讲，啥物会使，啥物袂通，即个袂使食落你会死。总是伫遮因听魔鬼撒旦听即个蛇的话讲，无一定是安尼啊。所以伫遮检采咱看伊讲，第3种的人就是咧诱惑你，正义到底你本来无想要做的，总是伊要诱惑你去做啊。所以咱看伊最近安尼遮个代志，阿公店的代志，也是讲遮个做遮个拍麻将，然后伫遐确诊，伫遐影响等等遮，咱看用这拢原本影响人伫遮面对有侪的遮个伤害最近安尼延续互即个时间3级延续到伫6月14。你知影有真偌济遮个家长强要崩溃，强要抓狂安尼知无？即个图片有人传出来你看真济啥物，真济囡仔罚站伫遐可能囡仔你就知影讲伊坐袂牢嘛。即摆大人搁安怎？伫厝伫遮上班，所以一方面伊爱上班，一方面伊搁爱照顾囡仔所以即个时阵，咱就知影讲做老师的伟大，你知影？一个人要对付遮30-40个囡仔、20-30个囡仔所以即个想到讲，遮个老师真正安怎？真伟大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兄姊妹，其实即个冰山理论即个萨提尔伫遮来提出着种，咱为虾米有外在遮个行为呢？其实是咱内在有遮个一寡遮个想法，亲像亚当夏娃。我内在有想这啥？甲上帝相款所以呢，因兜有外在迄款的行为受引诱，所以即个蛇是安怎诱惑？伊所讲的话会诱惑你行去迄个歹的所在。所以伫遮伫 FB 我嘛看到一个咱这个青年伊伫遐表达，伊即马是做人的老爸啦伫遐，因为在家上班，也种无法度出去的时阵，囡仔佫无法度去上课，所以伫遮咱看拄仔所讲有真侪遮大人因真正强要抓狂我爱上班，我爱伫遮好好做代志，然后囡仔你就知影伊安怎扑扑跳，坐袂牢啦。所以伫遮，我想伊伫迄个 FB 所写讲，我伫遐安尼骂囡仔，毋知安怎骂，我毋知啦所以伊只有讲，我骂囡仔了，伊一直伫遐咧后悔反省我细汉老爸都袂对我安尼，是怎今仔日我会对我的囡仔安尼？所以检采咱爱去了解讲，咱内在、咱自我、咱迄个时间、咱的期待，有当时咱看起讲，因为安尼的一个引诱，也是讲有内在的需要，咱做出外在遮个行为。
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即个理论就用咱常常感觉讲，人类痛苦的一个源头是家己对家己的讲白贼，总是白贼大多数毋是我故意的啦，是为着我讲啦，我要生存落去，我爱上班我爱安怎，所以我的心理的需要来展现出伫外在的即款的需要哦。所以毋当会讲，我即摆上班你莫吵就开始骂囡仔，甚至讲囡仔安尼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无共款的即款的期待。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亲像蛇安尼诱惑你，啉一杯袂要紧啦，袂使啦，我念伊要开车啦，袂要紧啦，啉一杯也袂安怎吼，切落也袂超过啦吼。啊是讲可能有人因伊伊伫厝甲人的关系无好，所以安尼我需要我出外，为大人因为即个老大人伊就感觉讲空虚，所以伊就走去迄个阿公店的所在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有遮个引诱引诱咱离开着上帝，离开着即个好，然后进入伫即个歹。其实伫遮咱免面对咱即马所带来困境拄仔咱讲的遐个，伫厝上班囡仔搁吵，也是讲有真侪遮个咱看讲言语上，因为逐个拢伫厝，所以相处的时间就足侪所以伫遮会安怎？有当时口无遮拦因为闷得发慌，对无？伫迄个中间强要生杀母总是伫迄个中间就是安怎，无法度去控制你的指头，所以彼此会压你的空喙上帝其实真疼咱感谢咱伫咱的身躯有遮上帝的上帝，伊会伫即个中间来医治。所以雅各伫遮讲，我的兄弟毋通做人做善事，因为伊知咱要受较重的审判。意思就是讲，咱讲的话爱真注意无造成迄个伤痕的破裂。所以上帝咱看讲要安怎帮助咱会通保守咱的心，赢过即个一切拄仔咱有讲迄个事件遮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所在骂上帝、骂摩西总是面对即个祸从口出，因面对即个灾难时，有的人就安尼丧失性命所以因无好好管理家己的嘴，好亲像即马你若无好好来管理你的嘴挂喙暗，那安尼不但是身躯的走精，然后性命可能会面对。即马一天有死20几个这会引起互咱内在有真大的这惊吓咱看讲，这以色列人因知影毋对的时阵，上帝怜悯因因来到摩西面头前讲，摩西，阮知影毋对求你替阮求啦，上帝帮助阮，赦免阮。所以摩西就替百姓伫遮来求，然后到是上帝遐，上帝就好啦，我听因啦。虽然因遮拢背逆总是你去做一尾铜蛇挂起来，然后会通仰望的人就会通得到医治。那安尼咱有看伊讲当摩西照吩咐安尼行，上帝就出手伫遮来医治。所以咱有看讲言语的改变是一个真要紧的。当遮的百姓讲，阮有罪啦，求你帮助阮祈祷上帝，叫遮个蛇离开。咱看伊讲，即个伤口，即个破裂，因为人的言语来到上帝面头前，知影伫遮来找求伊的赦免，所以咱有看伊医治就进入到伫因的中间。所以当因仰望上帝的时阵，就搁活。上帝嘛透过耶稣，互咱会通伫遮讲，你若相信伊的人，你就会通伫遮来得到救，得到永远的活命。因为咱的信心，互咱会通得到永远的毋忘。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有遮个破欠管理咱的喙，免抵到伫迄个灾祸临到咱。总是互上帝会安怎伫遐来帮助咱，互咱的喙讲适当的话。
其实伫即摆防疫伫防疫遮病情的中间，咱嘛需要有一寡遮个教导帮助咱，好好来挂咱的喙啊。咱先来看即段短短的影片。 Wanna be trendy, skinny, and a boo. Kick it. Go, kata, ashima, the hip. Don't wanna be trendy, skinny, and love it. Kick it. Go, kata, ashima, the hip. One day, she my fashion. Sawagi, kita, damo action. Want to click me, call me to me, shoot. Close up, close up, close up. Hip, hey, hip, hip. Go, kata, ashima,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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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Go, kata, ashima,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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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毋通互迄个破镜成做你失去你的性命的一个影响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伫即段圣经也伫提醒咱，迄个破镜咱也好好伫遮来固守，好亲像即个喙，咱好好伫遮来控制，无互伊因为即个小小的火造成烧即个好亲像树林的大火相款吼。 所以伫遮有当时咱讲的话会好亲像一场大火，伫遐来影响着咱厝的人彼此的迄款的关系。所以伫遮咧提醒咱咱所讲的话，若讲了适当，就会通伫遮来帮助咱面对咱未来的人生。咱若讲了无好势就会毁掉人甲人之间的关系。 有当时阿某的关系嘛是相款无应该讲的话就讲出嘴，无离的准拄好啦所以因为逐个拢伫迄个想象中间，最后就签迄个字落所以毋通互迄个破镜诚做影响咱的性命中间上帝嘛教导咱透过安尼免封闭遐有毒素，要影响咱甲上帝、咱甲人中间的迄款的关系。 所以，即个生命的链好亲像咱一生的一个旅程相款所以，伊伫讲咱的喙，咱的所讲的话，会影响着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伫遮爱好好管理咱的舌头，好亲像即骑马人为虾米要将迄个马架钩伫遮来放伫伊的喙迄个马会通互伊控制迄个方向。 咱常常无法度去控制，就是咱的喙齿。所以伫遮，上帝话嘛咧帮助咱所讲的话是毋是真拄好？咱做来读即段圣经来，恁着相对认罪，身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所以咱三对认罪着彼此伫遮的承认，咱的软弱，咱的亏欠所以以赛亚书50章10节到11节嘛伫遮咧提醒恁中间一嘴敬畏耶和华，听叹伊的奴仆的话，行伫黑暗无有光明的，着倚靠耶和华的名，倚靠伊的上帝看，既若恁点火用火把为家己的，通来行伫恁的火焰内，甲恁所点的火把中。 这是我的手所定着的，恁要倒伫艰苦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即段的圣经，拢咧提醒咱所讲的话，若无好好控制，就会好亲像安烧着咱的身躯，影响着咱的性命所以咱的讲出嘴的话，然后上帝来帮助咱，若安尼咱就会通有上帝的。 助力伫咱中间，即马咱咧期待啥物？即个疫苗嘛，即个解毒的药其实咱讲即个疫苗是啥物？其实是一个病菌啦即个英国的医生叫爱德华詹纳伊伫1796年5月时阵，伊发明即个天花的疫苗天花台语叫做天然珠啦天然珠。我毋知影咱较年长的知影讲细汉若要注意啥，人讲种啥？对，种珠啦种珠甲种落就是小可扑起来安尼。其实迄个珠是咧形容一个形状，
就好亲像咱咧讲哦，即个冠状病毒伊有一个好亲像迄个形状、迄个图像安尼，所以咱想哦，即个人吼，伫迄时阵英国咧流行着即个天然猪的时阵，就是天花吼，大概有死1.5亿人吼。所以伫迄中间，即民间就传说讲将迄个牛猪就是讲牛肚将迄个牛身躯迄个病菌然后甲注入家己的身躯检测你会无爽快，差不多2、3天、3、4天啊1礼拜总是煮即个牛猪了过了好啊，然后伊阁将即个天花即个天然猪迄个毒甲注入即个人的身上，竟然无影响啦袂影响到伊，因为伊有即个免疫所以兄弟姊妹，即仔其实注即个疫苗，即个预防针就是安怎，迄嘛是一种病毒啦所以有的人讲我无想要做，有的人讲我一定爱做，就是讲你将迄个小小可能有小小的反应，酸痛无爽快安尼总伫这个中间就是帮助安怎。你小可无爽快，总是就是要预防着迄个大无爽快，甚至你的性命失去。所以即摆透过这疫苗，就是互咱身躯上帝，其实上帝互咱有身躯有一个啥免疫的系统，所以帮助咱安怎？因为迄个菌入去，伊引发这个免疫系统去对抗伊，然后来保护你家己的身躯。那安尼，咱就了解讲，为虾米伫即个种猪的时阵即个猪预防射时，有一寡遮个无相款的反应。这是外在身躯总是内在咧，咱免去有圣经直接讲，上帝话要哪帮助咱，教示咱做来读来，主要我享受我受教示的旨。互我知怎样用言语辅助野善的人，主逐早起叫醒我的耳孔，互我会听，亲像受教示的人一样。那安尼就是帮助咱咱人的心咧挂入，互伊对一种一句好话安怎，互伊欢喜。歹的假冒是后我所厌恶，若是好的话是清气。婉转的话，亲像蜜房。心在甜，腹骨爽快。这个经文拢伫甲咱讲啥物？拢伫甲咱讲，原来上帝的话帮助咱讲出适当的话、好的话、学乐的话、感谢的话，那安尼，互咱的心神好亲像健康活起来相反。兄弟姊妹，咱看即款的灵修着帮助咱每一天牧者团队拢有录即个迦南之声。如果你若有听你着通知影咱最近咧看即个以赛亚，当迄个人所做所讲的，若有照上帝的话即个国家若有照上帝的话行，伊就会通行通顺利。今仔日也提醒咱，免逐工有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内，会通帮助咱来解毒啦。人讲的无好听的话，总是因为上帝话进入，然后帮助咱去防止咱讲出无适当的话、伤害的话，然后互咱缔到检察官的破例，也是咱的性命受到伤害。愿主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遮来承认讲，我检察是常常伫喙的顶面来讲出遐无好听的话，缔到伫犯罪，也是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咱爱接受上帝你来成做我的帮助，成做我的扶持，成做我的拯救，互我所讲的话会通伫遮来帮助我，互我所讲的话会通成做造就恶乐的话。愿主来帮助咱作为起立，咱用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咱真期待每一天来听见上帝的声，所以每一天的在家会主咱拢恳求上帝帮助咱，通过伊的话，互咱通行伫伊稳定的道路，无偏左，无偏右。我听见你听堂的声，
跳来。我要听当的声，因为我靠你，互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心所野手紧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摇摆的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紧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摇摆的你面前，真做你欢喜的祭，真做你欢喜的祭。真做你欢喜的祭。咱做来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你知阮的心，你知影阮的软弱，你知影阮的罪性，所以你用你的怜悯，用你的赦免，互阮机会，阮喙若承认。阮会通认阮的罪，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要赦免阮的罪，洗清阮一切不义。主啊，帮助阮面对伫这世代疫情的影响，检测有当时阮会因为迄去阮内在内心迄款的自我的期待、心思的需要，直到阮受到这环境的影响，阮讲出这无好听的话，这伤害话，求你来赦免阮，求你用你的话伫遮来按阮的喙，互阮所讲的话，毋是咒诅的话、负面的话，是感谢恶乐造就人的话。但愿救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平安，甲恁众人三甲同在。互恁会通伫即个疫情严重的中间，心犹原有平安喜乐。天父上帝，伸出你怜悯的手，热早保护，互阮通紧急脱离即个惊吓的日子，会通平安过日。主圣神，你的神伫倒位，阮的心就会通得到自由。求你的神甲阮三同在，每一天用主上帝的话来成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成做阮赢过这艰难困苦的开力。阮同心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咱的礼拜到这，请咱灭祷。